今日同大家講下洪德路一棟好有古仔嘅老建築東亞煙廠舊址。咁呢度咧曾經咧就被稱作為民族工業嘅驕子，係廣州工業史嘅重要見證。作為民國時期廣東最大嘅捲煙廠，佢嘅前身仲要追溯到係南洋兄弟嘅三少簡英府創立嘅中國煙廠。當年嘅輝煌，今日雖然淨係剩翻一棟3層嘅建築，但係磚瓦之間咧依然可以感受到昔日嘅繁華氣象。呢一座東亞煙廠舊址規模就唔細嘅，有3層高，保存得相當完好。建築採用咗西方傳統風格，咁外牆咧就係意大利批盪工藝，立面有精美嘅石膏拱券裝飾，亮黃色嘅牆面配上白色嘅線條，十足十西式氣派，係民國時期洪德路一帶嘅建築典型代表。呢一棟百年民國洋房嘅命運可謂一波三折。東亞煙廠同佢前身中國煙廠成立唔夠20年，就經歷咗多次嘅改名，先後遭遇咗英美煙草壟斷同埋日軍強佔等劫難。佢嘅歷史就好似20世紀上半葉中國民族一段鮮為人知嘅廣州工業威水史。根據廣東大使記同廣東煙草志記載，1927年，廣東南洋實業家簡氏兄弟嘅老三簡英府同2位兄長就不和，決定自立門戶。佢利用同當時財政部長宋子文嘅特殊關係，喺廣州西郊泮塘豆腐某就開設咗中國煙廠，成為廣東第一家機器捲煙廠。中國煙廠生產嘅第一個品牌叫紅旗牌香煙，咁點知咧就出師不利啦。喺準備上市嘅前一晚，煙廠派人去市區各個電線桿嗰度綁啲小紅旗做勢。第二日，成個廣州紅旗飄飄，當局以為係某某活動，立即就追查啦，發現咗係中國煙廠所為，即刻就下令禁止紅旗牌上市。好在佢哋馬上咧就推出咗騎駱駝牌同埋帆船牌2種新香煙，先至慢慢站穩陣腳。直到1938年廣州淪陷前，中國煙廠都係廣東唯一一間煙廠。國產捲煙一度取代咗英美捲煙。日本仔侵佔廣州之後，強佔咗中國煙廠，將佢搬到嚟河南大基頭，改名叫做日本東亞煙草株式會社廣東出張所第一工場。趁住英美同上海香煙斷貨嘅時機，大發橫財。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，國民政府將煙廠拍賣，改名為東亞煙廠。到1947年初，東亞煙廠已經有員工400幾人，13台捲煙機，日產量達到130幾箱，佔全市1/3。可惜當時國民政府受英美等國嘅壓力，放任免稅進口外國香煙，導致東亞煙廠銷路不暢。到咗1947年下半年，只能維持7台機器開工，瀕臨倒閉嘅邊緣。廣州解放冇幾耐，人民政府接管咗東亞煙廠，先改名叫做南方煙廠，後嚟變成咗廣州輕工模具廠。不過喺多次改名易主嘅過程中，原始幾千平方範圍內嘅廠房已經消失喺歷史嘅長河中，而家淨係得返呢一棟3層嘅洋房，孤獨咁樣見證住昔日嘅輝煌。而家呢棟老建築雖然被旁邊嘅大榕樹同木棉樹擋住咗部分嘅光芒，但係絲毫無損佢嘅歷史價值。佢依然保持住從容嘅姿態，靜靜咁審視住周圍嘅變遷。每一塊磚，每一道痕，都記錄住廣州民族工業嘅興衰歷程。